Hello，大家好，隔咗10幾日冇出片啊，唔係偷懶，係因為實在太忙啊。之前我哋就搬畫室啦，而家就升級搬咗去一個新地方。咁我知道好多家長對我哋呢個新地方就好滿意，都覺得新嘅地方靚好多。第二呢，就係我哋都要準備緊一連串嘅推廣活動同埋暑期嘅一啲課程。係啊，即係而家我哋要開始準備噶啦，由4月份一路做到8、9月啦，即係半年嘅 promotion 我哋要度好晒噶啦。加上有其他工作喺身啦，其實就冇時間睇戲嘅，內容係準備咗啊，冇時間錄啊，最慘係冇乜心情錄啊，因為呢2星期呢，我一直係留意緊美國同埋世界嘅局勢嘅，哇，仲精彩過睇戲啦，係咪？邊度想睇戲啊？好啦，上星期 Donald Trump 推出新嘅關稅政策，唔單止衝擊美國本土嘅經濟，咁就全世界都會受到衝擊啦。嗱，據一啲網媒咧就話50個州份都有大批嘅市民上街遊行反 Donald Trump 嘅政策。關稅一出，當地物價即刻飆升。其實唔單止美國受影響啦，全球嘅股市都俾佢震散咁滯。而家網上面嘅輿論幾乎一面倒係反 Donald Trump 啦。我對佢呢個政策咧，我係抱住觀望狀態嘅。當然我亦都聽到好多陰謀論啦，又話呢一個係計劃嘅一部分啦。因為好多陰謀論都講到，其實 Donald Trump 都係共濟會噶嘛，破壞美國經濟都係大重構計劃嘅一部分嚟噶嘛。嗱，但係呢，另一邊嘅聲音呢，即係比較支持 Donald Trump 嘅一啲嘅 KOL 嘅講法呢，其實話佢呢一招係高招嚟嘅。第一，加關稅就迫使美國本土重現呢一個製造業先，就唔好依賴外地嘅購入啦。好多工業、輕工業都可以自己生產嘅，咪自己生產咯。第二，所有同美元有密切關係嘅國家，雙方本身都有收開關稅噶啦。而家美國咁樣加法，其實目的係要迫使對方跪低，希望雙方都可以減低關稅，甚至去到零關稅嘅效果。第三，而家美國負債嘅程度呢，係還息都還唔起啊，資不抵債，加關稅嘅操作呢，令到全世界資金流翻去美債，阿 Trump 再迫使美聯儲減息，令到佢嘅債務減輕壓力之餘，佢可以再重新借貸。但係鮑威爾已經表明佢唔肯減息喎，而家咁到底結果會點呢？嗱，我咁講唔知大家明唔明，但係因為呢啲喺網上面好多人講咗好多啦，我假設邏輯上大家都明白先啦。普遍好多學者都會認為 Donald Trump 呢一着震散全球嘅經濟。大家都經濟衰退嘅時候，即係美國拖累埋其他國家，令到對方都冇錢嘅時候，咪可以保存翻自己嘅實力咯。嗱，首先而家個大風向同埋美國本土嘅市民，我哋網上面睇到嘅就已經係好憎啊 Donald Trump 啦。但係另一樣嘢我想講先嘅就係我百思不得其解嘅，而家有網媒啦，有 KOL 啦，都譴責緊 Donald Trump， 就係點解佢要協助以色列轟炸也門呢？最近嘅事嚟嘅啫，佢哋嘅理由就係也門有一啲民間組織嘅反對黨有武裝嘅，而呢個殲滅嘅行動咧，又令到數十個無辜嘅市民失去咗生命。也門都算係全世界最窮嘅一個國家啦，去屠殺一啲平民，使唔使啊？嗱，件事究竟係點嘅呢？資料唔多，好難 fact check 到。咁有人話Donald Trump 上任以嚟，咁佢一直都支持以色列噶啦，佢係以色列嘅契弟嚟噶嘛。但其實阿 Trump 都曾經講過，要處理也門嘅問題係唔需要發動戰爭噶嘛。但係點解而家又發生咗呢？然後又有陰謀論嘅講法，梗係啦，Donald Trump 以色列佢哋全部都係共濟會噶嘛。而家 Donald Trump 獨攬大權，佢梗係可以用佢嘅軍事力量去制裁任何一個國家啦，尤其是嗰啲手無寸鐵嗰啲平民百姓。所以我覺得咪就係要 fact check 咯，即係點解要去做呢個行為呢？究竟也門係一個點樣嘅地方？點解要攻打人哋？點解要屠殺啲平民？點解要炸人哋嗰啲商船？殲滅人哋嘅敵軍？點解一定要維護個以色列？咁呢啲嘢咪要去揾咯。其實嗱，我認我唔識啊，呢啲有冇人教我啊？即係唔好同我講話，因為佢哋係共濟會，所以佢哋要執行任務，所以一定要咁做，維護佢哋嘅利益。咁而家我就係問佢哋嘅利益究竟係乜嘢啊嘛？知道答案嘅麻煩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呢件事有幾多成真呢？我都唔敢確定啦。嗱，呢一筆呢，我遲下先研究下。我講翻關稅政策先。
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 Donald Trump 喺第二屆上任之前，或者喺第一屆上任之前，都曾經公開演講過不下10次噶啦。佢就話美國經濟將會陷入一個重大嘅危機，佢其中一個解決嘅方案就係加關稅。嗱，當時好多人都支持佢呢個做法嘅，佢亦兌現到承諾啊。嗱，加關稅其實實質有咩影響呢？呢幾年打咗咁耐嘅貿易戰啦，阿 Trump 首次做總統嘅時候已經開始加關稅啦，跟住到拜登嗰4年又繼續延續落去。Donald Trump 而家再加，點解要咁做？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有冇留意美國加對頭人嘅關稅？你有冇睇翻人哋又收緊美國幾多關稅呢？唔同嘅貨物種類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。唔知大家覺得有冇奇怪嘅呢？喂，就話美國加關稅，然後就大肆宣揚，但係從來都唔會提其他國家點樣加收美國嘅關稅嘅，有啲仲加得好離譜添嘅。而最令阿 Trump 針對嘅就係中國嘅關稅。我記得佢直情拎埋張清單出嚟嘅，喺個演講台嗰度，佢就話中國收美國嘅關稅根本就唔對等，一直都揾緊美國笨。其實唔單止係中國啊，好多細嘅國家對某啲美國進口貨品可以徵收40-50%嘅關稅㗎，而相對地美國徵收佢哋嘅關稅呢，係10幾個%、幾個%，甚至乎係零關稅都有。因為出現呢一個嚴重唔對等，而特朗普就認為一個一石二鳥嘅方法，最好就係加翻對方嘅關稅，仲要大幅度增加，要迫使對方跪低，同埋唔好將啲美金外流晒出去。嗱，首先點解會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呢？我真係唔知由邊度講起啊！因為幾年前 Telegram 其實有相關嘅資料流咗出嚟嘅，即係據我所知，類似 BlackRock 呢啲深層政府公司呢，全世界都有佢嘅產業，佢哋龐大到係可以操控一個國家嘅經濟，佢可以做到吸取美國嘅資金，同時又要迫使美國唔准收我哋關稅。其實一直都係咁唔公平嘅。Donald Trump 而家兌現承諾出加關稅呢一招，其實就係要打擊呢啲深層政府嘅國家同埋呢啲嘅企業。喺佢今屆未上任之前，其實佢真係做咗過百場演講，講過無數次噶啦。嗱，佢就唔會講到明係咩國家同咩公司啦，佢淨係話 Deep State 嘅啫，最多都係，即係佢有講，但係佢係暗示俾大家聽啊嘛。當時集會嘅觀眾呢都聽得明啦，相信亦都係表示非常支持啊嘛。咁點解而家有咁多人遊行去反 Donald Trump 呢？我想問大家一樣嘢。而家我見到好多 KOL 都講，Donald Trump 嘅政策幾失敗啊，全球股市大瀉啊。我想問啊，加關稅同個股市大瀉有乜嘢直接關係先？同美國當地物價暴升有乜關係？中國都有加美國關稅㗎，又唔見中國個市會跌。咁如果你話一個係俾錢嗰個，一個係製造商供貨嗰個，咁幾時都係製造商品嗰個商家話事噶啦。咁而家俾錢嗰個，佢只係得錢嘅啫，同埋佢嘅錢係全世界都流通咁解啫嘛。中國聯同俄羅斯成立咗金磚5國啦，而家嚟緊就變成金磚10國啦，即係唔需要再依賴美元啦。人民幣可以越嚟越國際化，亦都唔使同美國買大豆啦。嗱，有啲人就好清晰嘅個頭腦，佢覺得你加咗中國關稅，咁好多 Made in China 嘅貨物佢咪流入唔到美國，咁美國當地嘅貨物減少，咁佢物價咪升咯。真係咁簡單？嗱，大家就話而家好多人搶緊超市啲嘢啊，又話搶中國製造啲電視機啊咁樣。咁我覺得中國電視機係平嘅，美國賣得嗰啲55寸嗰啲大電視幾嚿水美金㗎咋，搶都唔出奇啊。咁咪其實益咗美國人啫嘛。問題我見到最離譜嘅係雞蛋都升，雞蛋使唔使搶啊？美國本土自己有生產雞蛋嘅喎，唔使買你中國蛋係嘛？而我睇到一啲網友拍緊當地美國當地實時嘅一啲超市嘅場面，喂，冇人搶嘢嘅喎，好平靜嘅喎，亦都冇咩物價係加過嘅喎。咁點解會咁樣傳出嚟呢？嗱，加就一定有加嘅，
不過唔係所有嘢都加啊嘛。有冇諗過美國你喺超市買到嘅嘢，其實佔80%以上嘅貨物都係深層政府控制嘅呢？都係屬於佢哋機構轄下嘅一啲嘅產品呢？而 Donald Trump 推出呢個政策，對深層政府嘅打擊係最大噶啦。大家試諗下，阿 Trump 嘅對頭人嗱，佢樹敵好多啊，係咪？有民主黨啊，有英國皇室啊，有深層政府啊，所以佢咪將一拼嘅貨物嘅物價一拼咁樣遞增，然後就賴落特朗普呢個新政策嗰度。嗱，你睇你加關稅啦，你而家害到自己啦，害到自己美國經濟啦，美國冇噶啦，玩完噶啦，連消大打。將30幾萬億嘅國債，連埋物價大升、股市大跌，都扯到佢一個人嘅頭上啦。因為真係離譜嘛！你雞蛋，佢話個升價升到一盒雞蛋10隻，升到50蚊人民幣一盒。以前就一半都唔使嘅，我唔知幾多錢啦，20零蚊到啦可能。即係我兌翻做人民幣啊！呢個係唔係事實先？乜美國啲雞蛋唔夠供應自己本土嘅咩？佢多到要出口添㗎噃，你淨係諗下，你傳媒啊，你網媒嗰啲消息有幾多水分喺度啊？你睇道瓊斯大跌 ，Tesla 跌得最勁啦。阿 Trump 未宣布關稅政策之前，佢都已經跌咗一輪㗎啦。出咗之後再跌，乜 Tesla 需要入口嘅咩？呢個同加關稅有咩關係啊？一部 Tesla 有幾多零件配件需要入口？相信都唔少啊。組裝成一部車。好啦，加咗關稅之後，我當你成部車零售價貴咗50%，係唔係啲人就唔買 Tesla 先？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，所以會令到 Tesla 股價大跌。我唔信咯。如果唔係啲財團做佢，乜你覺得一日真係可以跌咁多咩？你話巴菲特好精明，一早已經掌握晒先機啦，一早就買佢跌。咁巴菲特都係深層政府嘅一員嚟噶嘛？據我哋所知，Donald Trump 喺上任前已經打晒開口牌，講咗10數次佢將會加關稅，對家梗係一早部署好晒噶啦。你咁做時我就咁玩，你想搞窮我哋，我先整死你先啊！嗱，我見到嘅就係咁樣。而家好多市民上街遊行啊，因為物價高咗，加上之前阿 Trump 同埋 Elon Musk 成立咗一個新嘅政府部門，專係審查政府一啲多餘嘅開支，解散咗政府好多不必要嘅部門，炒咗好多人啦，令到好多人失業。呢啲人一早就想報復噶啦。嗱，我唔係話咩都幫阿 Donald Trump 辯護啊，但係佢講嘅呢啲嘅措施，呢啲政策係真係講咗好多次噶啦之前，所以我只係認為佢做翻佢之前承諾過嘅嘢啫。嗱，最後我想補充翻少少，阿 Trump 上任以嚟短短幾個月做咗咁多嘢，我睇到嘅係佢係進行緊一次史無前例嘅經濟革命。首先佢要縮減美國政府個規模啊，因為呢樣嘢從來未發生過噶。縮細成點呢？你睇有幾多人裁咗出嚟就知噶啦。第二，佢係同時間公布8萬頁甘迺迪被謀殺嘅真相啊！甘迺迪做咗啲乜嘢要俾人暗殺先？而家我就唔多講啦，大家睇其他 KOL 應該都知啦，係嘛？跟住係加關稅，所有嘢唔係針對撒旦教，唔係針對深層政府，係針對乜嘢啊？唔通真係針對市民啊？真係一個咁有經驗嘅資本家，佢亦都喺政界咁多年啦，佢係咪要同全世界為敵呢？佢搞垮咗全世界經濟，對自己有咩好處先？一啲都冇㗎。而家我見到好多香港嘅媒體都喺度嘲笑緊佢，同美國人一樣。大家明唔明白 Trump 嘅團隊佢哋究竟做緊啲乜㗎？另外呢，阿 Trump 就逼全球咁多個國家要同美國政府談判，頭號針對嘅就係中國，講明星期二之前如果唔進行談判嘅話呢，到星期三即係9號，即係今日啦，就會額外加多50%嘅關稅。加埋之前加咗嘅34%，總共84%嘅關稅。嗱，中方喺佢哋自己嘅媒體上面咧，繼續咆哮，繼續口硬嘅。咁我咪唔買你啲大豆咯，係咪咁咧？我嘅睇法就係關稅背後嘅經濟問題咧，係非常重要嘅問題，但係唔係最大嘅問題。
如果能夠傾好咗最大嘅問題呢，其實關稅已經唔係咁重要啦。呢個係我嘅睇法。咁乜嘢係最大嘅問題呢？有機會下次再講。好多人都覺得 Donald Trump 係一個瘋狂嘅獨裁者，我通常都會咁樣答嘅。係喎，我真係咁覺得喎。但係喺個國會裏邊，90%人都係魔鬼嚟嘅時候，你同佢哋玩民主有咩用啊？OK，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會繼續密切留意最新嘅動態嘅。OK，拜拜。